现代人是愈来愈长岁数，袂阁用年岁来限制家己。波兰就有一个89岁老大人驶篷棚的经历已经超过40年啊！伊伫海面顶自身的背影完全看袂出来，伊的年岁已经遮尔大。啊，南非有一个80岁退休商人，因为意外就爱坐轮椅，不过伊开4年的时间，甲能源产业的经历写做论文，落尾阁摕到博士学位。这位徛伫咧风棚顶，脚步正在杜德克，你敢看会出，伊今年已经89岁啊！杜德克驶风棚的资历有超过40年，毋但是兴趣，也是维持身体甲心理健康的重要运动。伊进前是职业船员，规世人拢伫咧海顶，到中年才开始学驶风棚。Największe zalety tego surfingu jest to, że całe ciało pracuje, wszystkie mięśnie pracują, a zatem jest się sprawnym fizycznie. 拄完89岁杜德克讲，以前海风不管偌强，照常向海内面冲。毋过即马家己较窄啦，风影若伤大就乖乖踮伫咧岸顶。每一遍出海进前，自头到尾所有装备拢穿啊正潮，家己跟风棚落去海，每一步拢做甲正精准。驶风棚的技术也正好，边仔的少年人看着拢讲家己比袂过伊。自从知影今时纪录年纪上大的风棚选手是86岁，杜德克就开始计划要伫家己人生最后一段路，搁写一个纪录。另外，这位今年80岁坐轮椅的杰弗瑞已经退休几多年啊！今年3月，搁再创家己人生的新高峰，摕到约翰尼斯堡大学工程管理的博士学位。当地媒体看伊伫典礼接受证书，甲一家伙仔3台相片。I never expected to do. 杰弗瑞伫咧能源产业的资历有30年，一场意外互伊脚袂行，伊就开始做学术研究，用4年的时间。以南非代替能源开发加解决的方法做对吧，完成博士学位。指导教授正肯定杰弗瑞研究的热情加专业的程度，拢袂输互迄寡少年的学生。伫咧毕业典礼，全校的师生站起来，甲杰弗瑞拍鼓啊。伫完成博士的论文了，杰弗瑞讲要开始耍翕相机加耍牌，过真正的退休生活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